后来即摆真侪人唱歌来娱乐，会伫家己的厝内或者是餐厅用伴唱机来唱卡拉 OK。多民众来发现讲，来自中国的云端伴唱机出现着中国的军歌，包括台湾的艺人欧阳娜娜，进前伫中国的中央电视台的11国庆的晚会所唱的这条歌《我的祖国》，伫个歌库内嘛拢有哦。 目前欧阳娜娜伫中国用诗唱《我的祖国》，引起大家讨论。不过伫台湾用卡拉 OK 伴唱机，即马嘛有可能点会到这条歌。就民众发现，伫台湾市面上买会到的中国云端伴唱机，有军旅歌曲、歌颂祖国等等的分类，点入去甚至看会到中国解放军唱歌唱祖国。 李伟质疑中国加入统战的内容。 有一个云端机，有一个黑盒子，那里面他们所接的就是中国的云端。不过，想要和这的中国军歌讲拜拜，李伟却找无主管单位。NCC 认为它是管节目的，那这个是属于伴唱机的内容，所以不属于他管。然后呢，智慧财产局说他管的是版权，那这个部分因为直接连接到中国的云端，所以也没有所谓的版权的问题。现阶段，敢若会使等陆委会找出负责的单位，后一步再来讨论是毋是要修法，或者是想办法来加强管制。